来，这是周刊的报道，讲郭台铭的后生郭守正最近亲嘴甲朋友透露，讲确定无爱等国民党换韩国瑜了。因9月就会正式来启动联署的工作，甲郭文天、王金平以第三方的势力来合作选总统。但是郭台铭的幕僚再去出面否认这个传言。 我郭台铭在此宣誓，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不改变。想要选总统，却是担无国民党换韩国瑜。郭台铭后生郭守正和周刊的报讲，伊甲朋友讲的，郭台铭伫9月份会开始联署。 从来也没有对外有提出这样子的相关的评论，而且从来对于换瑜这件事情也没有期待，所以也没有等的问题。相关的报道纯属臆测。若是郭台铭参选三结义拍选战，那呢王金平亲身上阵会做重要的职务。郭文天的台湾民众党，这是主攻立委的实处。 我们幕僚一直保持得很密切而且很顺畅的沟通，但是对于这些周刊报道当中都是臆测，我们并没有提到说相关的职务分配或者工作分配。9月17号是 deadline， 所以郭先生目前为止都还在慎重的思考。 虽然是安尼，不过郭台铭的老虎军团早就展开联署啊，9月17进前必须向中选会登记，变成总统选举被联署人。11月初2进前达到28万份，甘那红海员工甲家属到20万人，达到这个目标并无困难，只是讲一旦出动参选，一定都要面临国民党开除党籍，嘛莫怪郭台铭等到最后一刻，才愿意现底牌。